安着囡仔等互我就走啊，就毋捌转来啊。倘若上天的恩赐能够给我一个平凡的家，那我也要。向往的日子是白天跟爸爸有说有笑，晚上妈妈陪我睡个好觉。家庭温暖不是每个人的必然，生活原本就拮据的王阿嬷，连温饱都是一种奢求，多了一个人的开销，左眼全瞎又是迟缓儿。更要命的是，至今医生仍无法判定想翔是不是哑巴。为了能维持祖孙两人的生活，想翔后续的医药费、学费，每天都活在被金钱压迫的水深火热中，无法喘息。夜晚可以矫情，白天只能拼了命。囡仔你也歹治吼，我家己饲。啊，自安着囡仔等互我就走啊，就毋捌转来啊。拉下老脸，想尽办法养活唯一的心头肉，让他上学，平凡健康。一个铁皮屋，一碗猪脚饭，一盘炒面，一份海带豆干，都是我祖孙唯一生活、唯一出路。我知道贫穷从不会眷顾人的年龄与身世，只会牵制每一个人，让你明白活着并不容易。擦干眼泪，我还可以继续。如果老天爷能够让我多活几年，如果能让我多做几年，让我在你身边守护你，看着你健康长大，世上只有阿嬷好。